謝我嘅常駐評審，同我打拼咗9個幾10個月 ，thank you 我媽周國福老師、詹 Sir， 可以 thank you。仲有今晚特別駕臨我哋加持我哋嘅小豬 ，thank you， 朱茵哥哥同埋莎莉姐姐，大力掌聲唔該。頭先詹 Sir 講啊，中年好聲音3係咪好好睇啊？我哋有好多令人好難忘嘅舞台，除咗佢哋做得好好 ，Donald and the Big Band，give them a big hand please， 多謝佢哋。由舊年6月招募海選，到而家行到今日嘅啟德，除咗台上邊大家見到嘅人，我哋幕後有好多功臣，我嘅幕後團隊，所有單位嘅兄弟姊妹，多謝你，衷心感謝。大家都好緊張啊！不如嚟咯喎，好嘛？首先溫習下佢哋快歌分數先，睇睇。劉洋96分，黃渤95分，張雨晨95分。好啦，咁啊記得喎，我哋有個誰是冠軍嗰個投票咧，你見到啲分咬到咁緊，就知道你哋嗰個投票都真係可能影響賽果㗎。冧埋上去又點睇啊？哎呀，贏翻1分，黃渤啱啱贏翻1分喎。張雨晨114分。黃渤贏翻我。未住。未到啊！未計慢歌啊嘛。喂，咁啊爭1分，唉，咁啊冧埋嗰個決勝慢歌落去，睇睇。劉洋212啊！黃渤贏啊，212啊，係嘛？12分，黃渤啊！即係話，佢老公啊！係中年好聲音3嘅冠軍，亞軍張雨晨，季軍劉洋，恭喜晒！好似個好出奇咁喎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即刻進行頒獎嘅儀式啦。我哋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商務營運總經理蕭世和先生，聯同我哋舊年嘅季軍顏偉高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現金支票3萬蚊俾劉洋。恭喜晒劉洋！佢次次飛嚟飛去，都係觀眾個分都好重要啦，所以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又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曾志偉先生，由輝志陪同一齊出嚟頒發俾亞軍張雨晨獎座同埋現金支票5萬蚊。哦，係喎，頭先係啊，中2嘅季軍嚟喎。恭喜晒雨晨！起碼幅相先，恭喜晒！最後咧，我哋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 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行政主席許濤先生，加埋我哋舊年嘅冠軍古卓文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10萬蚊嘅支票俾黃渤。好啦，阿博，你上前啦，嚟啦，俾啲掌聲冠軍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局長，多謝主席。好啦，仲有10萬蚊支票啊！耶！影翻幅相先。好啦，阿博，你可以講下感想，你講下你嘅感想。我好想多謝《中年好聲音》呢個節目，俾咗我一個重新追夢嘅機會，可以揾翻我曾經嘅夢想，揾翻自信，
揾翻我嘅堅持同埋勇氣，而且多謝每一位觀眾，多謝每一位鼓勵我嘅人，多謝每一位戰友，多謝每一位台前幕後嘅每一位，多謝大家，感激每一位評審，多謝，恭喜一波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中年好聲音3圓滿落幕，但我哋每一個都希望中年好聲音嗰種不放棄、勇敢前行嘅精神留喺觀眾嘅心目中，鼓勵大家。曾生，其實好多人問我有冇中四，究竟中四幾時嚟咁樣？首先好多謝各位咁支持我哋中三啦。咁但係的確大家上下下都好辛苦嘅。中四馬上就會嚟臨，但係要俾個時間佢哋休息下。所以原本諗住咧今晚就報名啦，而家改為聽日8點鐘就開始報名啦。聽朝就係啦。真係中四啊有。嚟啦！耶！大家好。哦，仲有中四。揾啲人諗多。耶！多謝大家。好，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我哋嘅冠軍人馬黃渤，再演繹佢嘅必殺歌。咁佢把聲係靚嘅。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.